那我们来到第10颂，我们接下去看，其实第10颂、第11颂和第12颂都在说，这个弟子呢，在拜了这个金刚上师之后呢，就是你已经观察多年，或者是你已经对这个上师已经升起很大的信心，然后你下定决心要跟某一个上师结为这个金刚上师跟弟子的这个关系之后呢，这个关系落成之后，如果弟子对上师有诽谤，是诽谤吗？诽谤跟诽谤的情况我们的那个下场是什么？那个后果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跟这个金刚上师确认了这一段关系之后，如果弟子单方面他们的这个信心退转，然后他们还进一步的可能去诽谤上师，然后诋毁上师，可能还去伤害这个上师的话，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是后果呢？就是第10颂、第11颂和第12颂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可能对于不是学佛的人来说，可能听起来会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就是你已经走上这个道路，尤其是你要学法的这个弟子来说的人来说，其实并不会觉得非常的诧异，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怎么危言耸听的话，因为其实它都是这边45颂里面所说的内容，其实它几百年的这个开示，它是已经经得起很多大师的这个检验，每一个大师都是在传授这个东西里面的这些内容，所以这些内容肯定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这个内容，它是经过历代大师一代传一代的把这些教诲传到我们这一代，所以现在我所说的可能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不可思议，但是其实它就是密续里面所说的内容，比如10、11和第12偈颂，其实某一段其实它里面的这些内容都源自这个洗金刚的这个密续的经典所以在这个在观赏视频的你呢可能如果你不是这个学密的弟子，或者是你没有打算学密，可能你对佛法还没有太多的认识，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可怕，可能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对我们真正学佛或者是走在这个道路上的人来说是合理的，然后我们不会觉得特别的觉得不可思议还是什么，因为这就是在这个教诲里头，而且都是我们传承祖师这样传下来的。好，我就把第10颂、第11颂和第12颂的这个偈颂念出来给大家听。那第10颂呢，念的是若彼求法学法者登坛后谤阿舍利，则谤一切如来佛，彼子常得诸苦恼。其实这一颂呢，其实要说的是，当我们在这个弟子在皈依受法之后呢，若还是对这个上师不恭敬，毁谤上师，其实就等于毁谤或者是诋毁十方一切诸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上师其实就是佛的代言人，佛的这个化身其实佛呢，在他涅槃之后呢，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涅槃之后就遗忘众生，反而呢，他以上师的形象一再一再的回来就是度化跟开示我们这些弟子，然后再把弟子呢引到这个佛位其实这个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当中就有说到的。好，那他这边要说的是，如果弟子在皈依跟受法之后呢，还是对上师不恭敬，毁谤上师的话呢，就等于毁谤十方一切诸佛。其实这样的罪业是非常严重的，会使得他今生不但无法脱离苦海，而且还会时常处于苦恼当中。那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好像只是做了一点点小事，怎么后果就这么严重？其实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点点小事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你毁谤你的上师的话，也就等于毁谤佛十方一切诸佛嘛。其实我们用俗人的话，或者是俗人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其实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当你说你的上师，尤其就是你已经观察的上师是一个具格的上师然后你说你的上师不好，你说你的上师是一个不好的人，是一个邪恶的人，你可能说你的上师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说你的上师是一个脾气古怪、脾气暴躁，然后很什么严重暴力倾向，这些你毁谤你上师的话，其实你也就等于毁谤佛法。因为
没有学佛的人就会觉得，哎呦，佛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僧人，还是佛教里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的这些可能你是无心，可能你是有意，我们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哈。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已经让其他没有学佛的人，或者是对佛法不了解的人，或者是已经对佛法本身就有敌意的人，对佛教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圣教有更深的误解。其实这会给佛法或者是圣教带来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呢，同时呢，你也会让这些对佛法产生误解的人没有办法去接触佛法你会让他们远离佛法，所以你造下的业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因为你的罪业非常大之后，你的罪业当这些罪业成熟的那个时候呢，你的这些烦恼，你的这些苦恼都会一一的显现，所以呢，你就会所谓的就是常得诸苦恼，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我再看看格西亚旺达杰这边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那这边呢，他还说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的。因为其实呢，我们不要说负面的例子，我们来看正面的例子我们说过负面的例子，我们来看正面的例子。其实在这个学密弟子其实我们这些学密的这些弟子，金刚乘这些弟子呢，我们其实每对上师做一个供养，每一次对上师表示一次恭敬，其实我们也就累积了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量的这个功德。所以说你对上师所做的任何一个好的举动，你可能只是供养上师一杯茶，还是一碗饭，你可能只是替上师搀扶上师，你所给上师做的这些恭敬，这些供养，其实本身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累积无数量的这个功德，能够帮助我们的修行，帮助我们成佛。那么同样的，如果你今天只是说上师一句坏话，也就足以毁掉你很多的这个功德和种下非常深的这个恶业。所以它是两边的这个例子都是存在的，并不是说只有你做坏的事情会遭受非常重大的罪业但是同时呢，你对上师做的任何一件好的事情、善的事情、正面的事情，也会累积不可思议的量的这个功德所以是一样的。好，而且呢，这个葛西亚旺达杰这边还说呢，就是这个他引用这个噶当派格西波达瓦的这个例子呢，他说，在这个末法时期呢，这个弟子呢会以一个非常恭敬的方式来诋毁自己的上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可能就不会站起来然后辱骂上师，他可能会用一种非常迂回但是非常好听、斯文、非常文明的方法去毁谤自己的上师这是葛西波达瓦这个噶当派的这个葛西所说过的。末法时期的弟子会用这样文明斯文的方式去毁谤自己的上师。好，那这一边呢还有什么吗？好，那这边呢，他还在继续引用格西博达瓦给的这个例子，他说，我们应该在就是建立这个上师跟弟子的关系之前呢，我们就应该确认，我们就应该小心的去检视这个上师的这个特质跟他的功德。但是一旦我们接受他们为我们的上师、金刚上师之后呢，我们就要有培养起非常强大的意志性。即使你的上师可能会表现得他什么都不会一样，他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子，即便是这样子，你也不应该轻毁他，也不应该轻视他，反而呢，应该对他表现出非常大的恭敬，而且从心里是培养这个意志性的因为呢，因为你的上师呢，可能只是在怎么说，他在也不能说，他可能只是在考验你对他是否有信心，所以他就故意表现出他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所以我们不管上师表现出什么，我们都应该保持那个意志性，应该是不动的、不变的非常坚持不变的。然后葛西波达瓦也说呢，既然这个因果之理是存在的，因果之理是错不了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对上师始终保持恭敬的话，那么我们呢就会遇到像文殊菩萨和弥勒佛这样的这个上师，就会让我们就是我们会有缘，或者是有幸，或者是有这个功德去遇到如文殊菩萨或者是弥勒菩萨这样的上师。好，那这边呢，他在引用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金刚手菩萨曾经问过释迦牟尼佛，他问如果轻毁我们的上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释迦牟尼佛就回答，金刚手菩萨呀，请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要去跟你形容那个轻毁上师的后果的话呢，不管是人还是这些鬼甚至是这些菩萨呢，都会感到非常惊恐因为呢，这个轻毁上师的罪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在听我接下去我这边所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他说如果你能够鼓起勇气听我接下来要跟你形容的这个轻毁上师的这些后果的话呢，那我就可以跟你说轻毁上师的后果有哪一些。好，所以呢我就接下去第11颂。第11颂呢就是接下去的内容是若谤金刚阿舍离，现得恶报无安时，中毒得病着魔乱，愚痴此人会断命。还有第12颂，王法火灾恶毒蛇，冤贼水难空行怒，妖魔鬼语邪怪等，毁人定境金刚玉这就是佛陀跟金刚手菩萨所说的那个轻毁上师的这个后果是什么。那就是除了就是刚才如那个偈颂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我们会堕入这个地狱，然后呢我们还会患上这个传染病，然后呢也会被其他的这个众生伤害，我们的性命会受到其他众生的伤害，或者比如说我们会被蛇咬，然后会被老虎吞噬或者是攻击。那我们也会着魔，就是得病着魔乱嘛着魔就是会有邪灵干扰，然后呢我们也会得不治之症，还有中毒就是刚才这个偈颂里面所说的中毒得病着魔乱然后呢还会下地狱。好，那就接下去第12颂，刚才所说了嘛，王法火灾恶毒蛇，冤贼水难空行怒，妖魔鬼语邪怪等，毁人定境金刚玉。那第12颂呢，要说的是我们会王法火灾恶毒蛇。王法其实说的就是那个时候所说的，就是你会被国王判刑国王会判你死刑，然后呢你也会被蛇咬，然后被咬死，或者是呢你会淹死王法火灾恶毒蛇，冤贼水难空行怒，水难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你还会会被那些其他众生所伤害你的性命会被伤害，会被这些种种的情况所伤害，然后呢你也会堕入或者是投生在地狱之中。那这个好，这边格西亚旺达杰这边就特别说明这些这里所说的这些毁谤上师的这个后果，其实都记载在这个洗金刚的密序里头。好，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到此结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第9颂、10颂、11跟12颂。好，就是今天总结，就是我们已经说了一个金刚上师或者是一个上师应该具备的20个条件，或者是10个条件，然后呢一个弟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然后弟子跟上师之间的这个关系确立之后，如果弟子轻毁上师、毁谤上师、诋毁上师之后的这些后果跟这个怎么说，这个罪业是哪一些，会面对哪一些情况呢，也就跟大家在今天的分享跟大家一一的讲解了。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谢谢大家的观赏。